走，贴对了。往前走。没关系啊，三个3个。可以，没事儿。
吧？这个青稞酒。哦，青稞酒。你也跳得起的啦？就是一个点到。你不能上，差那个上。啊？你上面的噻，底下不能，有在肯定不能噻。
西安的来了，啊？就是那个齐安，那个道服的。齐安？对，他会跳舞。我就说起头我那个最大的不晓得名字。齐安是不是叫齐安？抖音名叫齐安。齐啥子？哪个齐？启动的齐？启动的齐吗？这个。安全的安吗？哦，那个齐安。对，他来了。道服的。都拍了。哦，没拍嘞，嘿嘿。可以给他看一下。哦。后面那个也是他的。后面那个。我也停下来，我讲后面我不想看原来山知道是不是？他们学错了，学错了的。欢迎来直播间。那个是才能量下。这要带着，这要带着。直接打。今天星期二。活动后期资讯很多，特别小孩特别棒。他是专业的。你看我现在说话了。这辈子没听说过。真的。你有还了？什么叫专业？有点懂音乐。是超级专业，非常专业，是全程项目。不是这样。真的。所以说，今天在这个地方聚会的话，可以到这里来顺便来尝试。找到音乐放了吗？你最喜欢的因为各种真的在民主党当中，应该也是非常棒的一个。真的认真算了，找不到这选音乐。好，洗了慌啊！西藏国装跳起来！哦，那传承那场风云，传承那场风云，好久没跳了。